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Alex。呢條片咧最主要係啲測試形式嘅片嚟噶，咁播嘅主要係啲倉底貨嚟噶，咁就主要係之後播之後嘅影片嘅 setting 嚟到做噶。咁就呢條片就首先係同大家去飛鵝山先啦，呢條就原本係應該會作為飛鵝山之戰嘅 video 嘅第一條片嚟嘅，但係可惜因為之後飛鵝山嗰啲片都拍得唔好啦，所以就我最後放棄咗將成個飛鵝山系列 cut 咗佢嘅，因為咧拍得唔係咁好，咁但係都要講飛鵝山真係難搞嘅，所以希望下年有機會或者今年年尾有機會再上一次挑戰下飛鵝山啦，因為幾刺激嘅，我覺得係咁，同埋都真係可以好好去練車嘅，咁就嗱上到飛鵝山夠石啦，差唔多，所以我都正如我嗰鋪鋪講，真係好尊重所有可以飛鵝山比賽嘅朋友，真係好辛苦，真係。係啦，咁就第二條片啦，咁啊轉頭就會係呢一個喺呢個鹿頸落翻嚟之後，2月22號就喺呢個大美督水壩迪星機坪嗰個位置喺度打八字嘅片嚟噶。咁拍片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實在即係純粹係記錄翻自己打八字嘅樣啦，咁啊希望幫到大家去做技術評核嘅時候會有用啦，因為練技術評核要練掉頭咧，其實打八字呢樣嘢其實好重要嘅，因為咧我哋打八字打得唔靚仔咧，其實即係打八字如果打得好咧，其實對於你做格路掉頭嗰啲就好有幫助。咁當然單車節更加係啦，你有啲要180度掉頭、360度掉頭嗰啲地方咧，就更加之好重要。所以呢個都認真要練嘅。其實呢個我就覺得。咁啊，第三條片就5月3號晚嚟嘅，咁就係跟住一班唔識嘅車嘅人啦，唔識嘅車友喺前邊，咁就我嘗試就做啲技術動作，就係喺佢哋揼慢之後咧，就慢慢喺外邊就過咗佢哋啦，然後就喺前面控制住步速，然後去到圓周嘅時候一路加快咁樣啦。嗱，而家就見到開始係做呢樣嘢，過咗呢個車友之後，我就開始跟住即刻佢收慢，即刻我就懟前啦，即刻就然後喺前邊破風，咁就保持住個速度，慢慢踩腳加速，然後就去到圓周就飛去到最快咁樣咯。呢個都算係技術動作之一嚟嘅，因為我係唔係太爆得嘅人，所以就好大機會都係喺單車節都要採取咁嘅模式，或者要跟住其他車友去速度咯。咁以往就因為冇人跟得住，冇人跟咧，所以就即係我唔跟人啦，或者即係得我一個啦，所以冇默契嘅情況底下，基本上就只有一個人做自己一個人獨自破風、獨自踩車。咁所以上次50公里組，舊年咧用咗2個鐘。咁今次我哋就邀請到阿傑仔嚟啦，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喺 CTA 條片都見過，咁就希望可以個表現好少少啦，因為都有佢喺度幫手破風，應該可以減少咗好多非必要嘅體能消耗咁樣咯。咁就希望今年嘅成績會好啲啦，1個鐘係45分鐘定係個半鐘，希望做得到啦，因為想同阿卡文迪樹啊，今年佢會嚟啦，仲有阿 Chris Kitari 影相簽名啊等等嘅嘢，呢個都想做嘅，咁就係咯，咁就係咁。咁但係單車節除咗揾隊友之外，亦都係做到個 preparation 啦。譬如話，你最近見到我喺攞住個 propel 人喺度練平地啦，咁就山地我都想練嘅，即係去爬坡去揾平地帶。因為最近你都知呢個夏天啦，香港其實係咁落雨打風，所以基本上個路況都唔係咁好，所以可能要等呢個禮拜6先再去啦。因為而家10月1號，咁就。南亞單車節仲報緊名嘅，大家都可以繼續去報名啦。呢條片就5月5號拍嘅，咁啊都係啲鏡頭 setting 得唔好嘅 video 嚟嘅，咁就不過講翻最近單車界嘅一啲大事啦。首先就係環西單車賽啦，澳洲3冠大賽嘅第3個關，咁就溫格高贏嘅。不過就因為呢一屆嘅環西就不斷有示威抗議啦，因為呢個巴勒西亞問題啦，所以咧就呢段時間都嗰個示威浪潮相當之犀利啦，所以咧都有一啲嘅環西嘅賽事係縮短咗，甚至終點最後一站咧，其實係搞唔到頒獎典禮，因為咧示威抗議浪潮太犀利，所以咧都溫格高最後其實只係喺佢嘅隊巴嗰度攞獎嘅啫，係可惜啲嘅，但係都冇辦法啦，即係咁。另外就世錦賽啦，就喺呢一個盧旺達搞嘅世錦賽啦，咁啊恭喜阿破加查保一住佢嘅公路車世界冠軍嘅嗰件彩虹衫啦，因為其實銳扣咧，其實佢嘅時賽已經證實咗佢嘅能力係真係有得同博格查冚下嘅。咁但係可惜今次銳扣就爭少少啦，因為架車嘅2次故障力，佢跌咗唔少時間。所以如果唔係咧，我覺得阿博格查咧冇咁輕鬆可以贏到，甚至會係要同阿 Rico 係，因為銳扣係要去短兵相接咁樣，所以就應該會係都會係有少少可惜，冇咁精彩嘅賽事，但係就都
祝賀博卡查贏到啦，咁啊繼續保住佢段冠軍戰意啦。咁呢個就 KY 2月中嘅時候同佢上呢一個邱景李山嘅 video 啦，咁啊最近KY 如果睇資料就佢應該已經係喺 Cyclone 嗰邊就持續訓練啦，咁就希望應該會係見到佢去比賽㗎啦。希望佢今次如果真係有機會比賽咧就贏啦。OK，希望佢即係畢竟都自己熟嘅車友啦，咁就係咯，咁就祝佢喺 Cyclone 比賽嘅時候一切順利啦，真係希望贏啦，希望我都可以希望佢贏到翻嚟啦，咁就我最近都冇同佢出車㗎啦，因為佢最主要都係跟住 Cyclone 嗰邊練車，咁我亦都同佢練車成日都唔係好夾，所以就係咁樣嘅情形咯。咁就你見到個 video 全部都係 SCR 嚟，咁就 Propel video 我睇下遲啲有冇機會上載，或者可能單車節嗰日你會見到Propel 嘅真身咯，即係我究竟 Propel 磨成點咧？咁畢竟都新車入咗手都超過個半月啦，咁就其實我都仲喺度適應緊，但係就希望啦可以適應得好適應好啦，咁就應該單車節可以發揮到佢最大嘅威力咯。咁呢個就係我對於成個單車節嗰啲準備同埋期許咯。咁就係咁啦。呢條某程度上水影片嘅 video 亦都應該 close down 噶啦。咁就多謝大家收睇啦。咁下條片如無意外，希望係單車節嘅正賽嘅 video。咁就係咯，到時咁啊，希望見到大家啦，11月30號，咁啊，到時再見，咁啊，之後再講，拜拜。